呀哈，我哋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听明白吗？第一个遗嘱、遗嘱、遗嘱；第二个继承、继承、继承；第三个兄弟姐妹、兄弟姊妹、兄弟姊妹；第四个政府、政府、政府；第五个规定、规定、规定；第六个财产、财产、财产。唔好，我嘅阿妹过身呢。请莫太伤心。伊无留遗嘱，阿爸免无财嘅，我想了解继承登记怎样嘅判。唔有兄弟姊妹嘛？有一个阿哥，根据政府嘅规定，係講繼承人請有唔同阿哥，加每個人做得繼承阿妹一半嘅財產。咁有樣，也下係男唔平等嘅時代，大家都做得繼承哦。好哦，多謝。看係條多嘅影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幾句常用嘅對話。請莫太傷心。好，這句話呢，我們常常聽到別人發生不幸的事情的時候呢，我們可能要請他不要太難過，或請節哀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說請莫太傷心，請你不要請莫太傷心，太傷心，太傷心。好，整句呢，請莫太傷心，請莫太傷心。下一句，有兄弟姊妹嗎？您有兄弟姐妹嗎？有，你有，有。兄弟姐妹嗎？兄弟姊妹嗎？兄弟姊妹嗎？好，整句來咯。有兄弟姊妹嗎？有兄弟姊妹嗎？好，下一句呢？根據政府嘅規定，根據政府的規定。根據政府的規定，整句咯。根據政府嘅規定，根據政府嘅規定。好，最尾一句，也下係男女平等嘅時代。現在是男女平等的時代，現在是呀哈嘿男女平等的男女平等嘅時代時代。好，整句咯，很多很難的字哦。呀哈係男女平等嘅時代。呀哈，係男女平等嘅時代。好，這是這個單元所要學到的常用句型，一樣多聽多說，這樣就會進步咯，加油！